所竞选，互伊亲近你，伫你的院内，即号人有福气。阮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，来心满意足。来啊，咱着向耶和华唱歌，向救咱的召唤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向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咱三个来念圣诗，圣诗303首，圣诗303首。上帝的囝基督，上帝的囝基督，应做万福源头，常常施阮祝福，亲像河水长流。感我的心，赞我的喙，称谢俄罗救主恩惠，请起立并全首。咱三角来坐念使徒圣经来告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，以温柔来到人来受苦，献身伫地，死埋葬到离苦。第三日对死人两个活，上天感谢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，伊个对来生活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相通，罪赦免，有结果，永远的大名。阿门。启应文，请掀开圣诗后壁边，咱要启应的启应文是第11篇。启应文第11篇，就是记载伫诗篇42篇。启
启应问题来听。上帝啊，我的心切切羡慕你。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，就是我的上帝。我每日用我的目屎准饭食。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，带因到上帝的厝。我对念这事，我的心啊，你写书不准。你着仰望上帝，因为伊的面向我来拯救我。我的上帝啊，我的心伫我的内面不准。你的步步出声，就深免甲深免相叫应。总是耶和华伊是逼出伊的慈爱，来求赏赐我活命上帝。你写书袂记哩我。我会对着支持我，亲像拍碎我的骨头。我的心嘛，你写书不准。你着仰望上帝，伊是我下面的阳光。万国万人拢有一摆，万国万人拢有一摆。我心归主是应该，真假善恶时常斗争，到底你是我对一边。阮大目标定心立志，定你的行通也随意。你所竞选赶紧决定要吃黑暗命光明，请起立并举手。Thank you.
敬兄天父，慈悲怜悯的主，感谢你稳定的相助，互阮搁再一遍会当聚集伫遮。阮知阮聚集伫遮绝对毋是偶然，阮会当来到圣殿来敬拜你，这是慈悲怜悯的你早就预定的。因为你捌讲，安息日为着人来设立，毋是人为着安息日。阮深深感谢你的这个设立，主啊！伫过去一礼拜当中，阮拄着真侪艰难、痛苦、劳苦重担。你讲，既然劳苦重担的人会当来你遮，你就要互因得到安息。阮感谢你赏赐阮这个安息的稳定。主啊，伫你的稳定当中，你总是了解阮上欠能力是啥物，你总是将阮放伫迄个会当磨练出即种能力的环境当中。伫即个困苦的环境当中，你允许阮做自由的选择。当阮选择错误，当阮逃避迄个困苦的磨练，慈悲怜悯的你，总是耐心会重新安排另外一个磨练的环境，伫教阮有正确的选择，伫教阮磨练出解决困苦的真正智慧。主啊，我们因为即种稳定的安排来敬拜感谢你。阮知影你调阮来遮，并毋是因为阮无罪。但是阮来遮，却看到一个无罪，却愿意为阮来死的一个祈祷。阮对遮知，你毋是一个远远坐伫宝座顶头的上帝，你是一个会当体会着阮的生、阮的死，甲阮伫生死中间所受的一切劳苦重担的上帝。主啊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讲人大心家己大毋好，阮却发现甲别人斗阵大嘛，听无偌好。主啊，这是阮的骄傲，阮有罪。做基督徒愈久，阮就愈有即种属灵的骄傲。阮做一个自慧久久的属灵的友兄仔了后，阮总是以为家己上对，阮无阁愿意甲人沟通，阮无阁愿意甲人交流，嘛无阁愿意甲人对话，所以阮又阁回到迄个单身家己大的状态。伫即个单身家己大的环境，即个世界除了上对的我以外，全部拢是毋对的伊。已经失去了一个我愿意甲伊对话的你迄个角色。主啊，阮因为单身家己大，阮无法度互相相听。阮伫即个单身家己大的状态当中渐渐麻痹。但是你照着先知阿摩斯讲，伫小安无挂里的，伫撒玛利亚山掠最稳当的有才的啊！主啊，求你赦免阮即个才的。伊教是阮着听厝边亲像家己，阮要安尼来互相相听。今仔日有侪新的厝边来到阮遮，甲阮三个聚会，主啊，阮珍惜即种的稳定。阮嘛祈求你的信心甲阮伫咧，伫聚会了后的迎新会当中，会当满满感受到你的疼，会当伫兄这个见证当分享当中，确实体会到全能的你。主啊，你永远的真理需要阮用用心去追求，求你摕起阮迄个软弱甲笨蛋。求你使阮充足的气力，会当伫永生当中靠着你的信心，接受不断的努力成长。求你使阮坚定的意志，伫时间顶头，毋通互阮干那做一半违心。求你使阮满满的智慧，伫新的即礼拜当中，无论是面对啥物艰难困苦，拢会当做正确的自由选择。阮安尼祈祷、感谢甲恳求，拢是奉靠着主耶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